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，阁有好消息。在美国辉瑞药厂了后，美国的莫德纳药厂所研发的疫苗，但有效率达到94.5%，而且只要冰箱的温度就会当来保存，上紧12月中下旬就会当予美国高风险的民众优先来自这支的预防射。这个耶诞节的惊喜，嘛来带动着美国的股市大起470点。也毋过，世界卫生组织嘛来提醒，虽然疫苗的研发有成果，这是好代志，但是后续也阁有真侪问题要来解决，是毋通安尼就来骄傲、自我来满足。美国又有一支疫苗有好消息，莫德纳药厂接受政府25亿美金的赞助，研究生产新冠疫苗。临床试验显示讲，有效率94.5%，比之前美国辉瑞90%搁较悬。而且莫德纳疫苗只要一般的冷藏设施，像冰箱就使放1个月，冷冻会使放半年，用的时嘛免搁透过。辉瑞疫苗必须要放伫零下70度、80度，使用时爱搁2节甲透过。莫德纳什么时阵会使开始做？这当然有优先的顺序。The first agreement that we reached with the U.S. government was for an order of $100 million. So we anticipate to be able to ship up to 20 million of those 100 million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. 莫德纳疫苗初期刚好美国市场年底前生产这2000万剂，会先付1000万名高风险的族群来做。明年估计会阁生产5亿剂，若是原料稳定，产量有可能到10亿剂。顺利话，为明年4月份起，美国一般民众嘛会使做。连续2支疫苗有好消息，也过世卫提醒讲，唔通欢喜了伤早。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complacency, particularly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. Health workers and health systems are being pushed to the breaking point. 全世界疫情继续咧扭警报，英国表示讲已经甲莫德纳达成初步协议，想要买500万剂。那后面嘛希望讲会使买几千万剂。莫德纳第3阶段的试验，过7天到10天就会使完成。若是顺利申请到紧急的使用授权，12月中下旬，伫美国开始做，即嘛算是对抗疫情的耶诞福音。